因为
咱今仔日的订单吼，就到遮结束了吼，啊，互较理财做较清，所以咧，大概过程后，咱了无好势做来吼，愿其咱各位先生啊，互较包容啊吼，这是互较个宽容啊吼。那么以上吼，咱今仔单看就到遮结束了吼，祝福各位先生身体健康，欢喜长远，谢谢。谢谢处长这边写到鞠躬，坤到鞠躬。等下一班之后的那个缩下来禁果啊，跟外面的点心，大概可以一人拿一份回家吃进来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班就到这里，祝各位姐姐身体健康，法喜充满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第一班，经历成员山义和正堂合成单位104年度起会班发现，感谢上天慈悲，捡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点老师一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一鞠躬，坤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点老师一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一鞠躬。到中，坤到中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持下向交母亲30公里，学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持下前人一鞠躬，接点团是一鞠躬，坤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下前人一鞠躬，接点团是一鞠躬。好，先走。